所以儲起詩篇等你淚灑，同眾歧視暗中學習慣，將心意困在紙上留密碼，成品該不太差，所以從日常談話輕輕灑去心事，無需太熱情嗎？無需太着迷嗎？情書可會多些意義？為你通宵寫的詩意數萬字，偏偏寫不出愛那定義抒情我的心意。曾想講講得出那數件事，誠懇的溫馨的句句字字，但你轉身放棄，讓我站在原地。你說你感覺太遠，是浪漫熾熱留不住。明年某個門口或相遇，朋友般相處，隔膜已太厚，禮物你自願，確實夠諷刺夠特殊，微風翻起暑假那片擦肩，和雨天無端給沾濕的家中那片眼線和側面，通通是愛情感的大概，才想不到這種意外，為你通宵寫的詩意數萬字，仍偏偏寫不出愛那定義抒情我的心意。曾想講講不出那數件事，含蓄的緊張的太過類似，但我後悔遲，自責遲，何不一早說在意？未說的話兒，沒有送出留一輩子。哇！呢度都有人嚟喎，係。咁啊，喂，啱啱嗰啲 warm up 嚟嘅啫，依家就唱啲快啲。